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初1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8点，全国户政连线电脑系统发生故障，加载到10点25，电脑系统就复原正常运转。有民众伫网络发表影片，讲蔡英文总统和部长开会一个便当值7000块，刑事局已经查定是假消息。美国 Oregon 这州今年已经发生35摆野火，加州旧金山也发生天顶反伽马色怪奇的情景。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佮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2月就去印尼做头路，9月初时才转来国内，一个60几岁的男性，也是第496个病例，但是已经住院治疗当中。当事人是含第492例坐公办飞机到位的。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副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这位个案是从印尼回来哦。那是本国籍60多岁的男性，案496。那从今年2月到印尼工作，9月4号独自返国哦。那9月4号入境的时候并没有不舒服的症状，那入境后直接到这个防疫旅馆来做居家检疫。4号进来，7号晚间出现发烧跟流鼻水，所以我们在他这个发病前2天哦，就是已经超过他搭机的时间了，所以他前后2排的这个乘客是有2个就还是一样是居家检疫，没有列入居家隔离哦。那另外还有18名的这个同班机的机组员，先前就已经是案492班机的接触者，所以还是持续的自主健康管理。再来讲，早起8点，内政部户政连线的电脑系统就发生故障，各地头的户政事务所拢总无法度连接入去处理公务，引起袂少点柜台空等的民众有怨言。内政部表示是专门咧入档案，迄台主机有订单，也有申请事务所的同仁先用人工收件，加载到10点25，系统就复原正常佮运转。来自全户政事务所办理文件，数十位民众扣机会当无奈坐伫柜台前等待。内政部后疫情系统初10早起传出全台大动机，各机关拢无法度进行正常的作业，互民众忍不住埋怨。原本10分钟可以办完的事情，要拖1个多小时啊，而且是全国性的大档期啊。那当然，因为我还要赶着上班啊。尤其刚刚我听一个那个阿嬷说，她来一趟的话，会要他的命。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警官表示，一透早8点20分上班前，就发现系统无正常，所以开门时阵，都有甲民众讲动机的状况。现场大约有10多位的民众等待。像有一些像迁徙登记这一类的，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像身份证文件，然后就是先留下来，然后等到就是因为这是可以先行收件的，然后系统修复之后，等我们办好就会通知他们来取件。其实6月底甲顶个月的2日，也捌发生过户政系统宕机事件。户政人员也讲，若讲等待的人数伤济，佮拄到宕机，伫作业上确实有一寡无方便。内政部表示，因为是系统存档主机故障，致使系统无法度正常运作，为了避免影响民众的权益，先请户政事务所改用人工方式收件，并且启动另外一台主机支援，系统大约伫10点25分已经陆续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昨日早起高雄市凤山公园路遮，一个骑奥多摆的民众，竟然出卡站隔壁一个老大人咧骑的车，伊阁是沿路就要共拍。警方一个问当事人，才讲是上班赶工来引起，不过也就照法律行，罚金18000块。特别爱注意，就是这个月来，凤山已经3摆民众随意起卡动手的案件了。伫咧高雄市上班时间，大路顶的车流量是真济。一个骑奥多摆的查甫人，感觉头前的老大人骑伤慢，所正脚伸出来向奥多摆甲踢过去。好佳在老大人带一条了后，就随动落来，无跋倒。上来很济啦，上下班来，等于是大寮的人要来高雄，要下班等人济安尼。我是觉得应该不需要到去踹人的地步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那个情绪要控制住。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初8早起7点半，凤山区的公园路甲中山东路的相车路口。若是这个凊彩伤害别人的嫌犯，伫咧离案发地点无甲100公尺的所在，早就已经准备要攻击另外一个载查某囝的老小姐。先看我们，然后有伸他的左手要过来，然后我就转向了。那
当然很差，我觉得我带小孩。他知道是说，是赶着上班啦，赶着上班心急啦，所以时才会情绪失控啦。敢若因为赶要上班，心情无好，就连续出手来伤害别人，所爱付出的代价，就是以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罚18000块的罚款。若是这个月，同款伫咧凤山区高雄大东甲凤山捷运站后壁，嘛发生2件查甫人骑牵拖凊彩攻击民众的事件，警方已经甲人抓起来，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虽然讲这回开放美国猪肉进口来源一定会记载互清楚，民众才通自由进。啊，不过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当时讲，海关验肉品的卡手才81个，就算国内去市啊负责抽查的，拢总嘛才700多人，敢真是着差个真分的名。啊，嘛有民间团体指出，进口的猪北内拢南参做同一类，确实是真歹管理。政府一直向民众挂保证，会做好标示，若开放美国来猪会当自由选择。不过，若真正进口，国内查验甲客查的能力，敢真正有够力？立委王婉玉指出，目前中共伫边境查验肉品佮相关产品的能力，有81个人，检验率是4%左右。抽查检验市面上肉品甲加工品，中共甲地方有767个人，一支政府讲会当100%把关的讲法。从2008到2020年，大概都只有4% 左右，4%，以及说刚刚提到陈时中部长承诺说，在边境采验会做到100%，这显然有非常大的落差。增加这种抽查的能量的时候，如果没有事先的配套，它必然会排挤既有的现在的业务的状况。结果我为了补一个洞，却导致更多的洞。民间团体指出，为国外进口的猪北内猪并无像牛有搁较细项的分类，像猪趾、猪脑、猪头皮，大多数拢互归类变成猪杂碎，完全无确实的进口量。伫现行根本无法度掌握来源的制度之下，政府讲会当管理甲分别，根本是凊彩乱讲。卫福部它目前提到的哩哩啦啦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像挤牙膏几点出来的相关的配套，事实上非常不完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把关的可能性。民间团体强调，无知情权就无可能会当把关。实力党团表示，有邀请卫福部来说明，收到的回复是定会当由部长陈时中来回应，但伊并无出现。针对进口的管理，财政部关务署最近嘛发出新闻稿强调，确实主管机关有管理的需求，进口猪会当学进口牛申请正式专属的货品分类号列，海关就会来配合执行。记者林俊文朋友做台报报道。再来讲，英国的 Oxford 和欧洲一间大药厂合作咧试验一支武汉肺炎预防射的过程中，所发生一个参加实验有注射射的民众龙骨发炎，但临床试验是已经打动落来。咱国感染症的医师是讲上介好，查明时间的前后，若是射注了2礼拜到1个半月中间，龙骨病症来起治，可能就有影牵连了。新冠肺炎伫咧全世界大流行，真侪国都小济伫研发疫苗，啊，毋过即马所传出当地进行临床试验的欧洲大药厂阿斯特捷利康，因为一个第3阶段人体试验受试者出现骨髓炎，已经暂停临床试验。针对这件代志，国内医师表示，骨髓炎是一种免疫反应，但是疫苗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发生这种状况是真罕快。其实以前腺病毒载体做的疫苗，基本上也没有观察到这个副作用。不过腺病毒载体算是一种免疫反应比较强的一个载体了，反应是不是过强？这个其实都现在没有办法厘清了。可是这个对于疫苗的发展呢，就会投下一个变数。医师表示，受试者若是出现骨髓炎，必须要把因果关系查清楚。上好的做法就是检视时间，也就是注疫苗了偌久才出现这款的状况。若是伫咧2礼拜至6礼拜以内，可能就甲疫苗有关系。除了新冠肺炎的疫情引起各界操烦，但年秋冬季节的流感嘛袂当轻视，因为伫咧南韩已经出现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相同感染的病例。这2个都是呼吸道传染，都在冬天会传播嘛哈，所以会有些人同时感染2个病毒。最重要就是你要有能力诊断出这些病毒感染，而且要快速的诊断出来。不然的话，医生就会很难处理病人。医师表示，其实伫咧年初新冠肺炎第一波流行的时阵，就捌有人感染这2种病毒，所以今年寒天若是佫出现这款的状况，并无算罕见。过去国外嘛有研究指出，做伙感染新冠甲流感病毒的症状会加重，患者较会入去加护病房，或者是用呼吸器来治疗。啊，若是相同感染，敢是致使症状恶化，是佫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网络顶头有民众打一站影片，内容是对龙虾包鱼翕来到乌鱼子，佮兼说明讲，这就是蔡英文总统和部长咧开会时所食的便当，一粒就要7000。昨日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已经先点出这是假消息，但经过刑事局调查，查到是一个姓廖的民众放谣言，昨后有团医来到案说明了。廖姓男子啊，未经查证这个讯息的正确性哦。任意将不实讯息、影片、留言来做发布哦，那其行为哦，以严重影响社会大众视听，也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5款的规定哦，来移请那个管辖分局来做裁处。便当内底山珍海味，逐项有，这就是9月初4台中一个姓廖的男性伫 Facebook 所刊出来的影片。伊兼搁解说讲，政府高开用开会才会食这款高级料理。虽然经过刑事局调查，廖某人讲家己也是转别人所搭的消息尔，不过目前查出来，伊就是上早发表文章的人。但刑事局已经要求先把影片摕落来，也会继续调查详细。咱搁来讲，早起蔡英文总统主持3军士官联合开学典礼，伊现场也扭开红布，公开发表一座3公尺外悬的雕刻《勇士定风》。雕刻上盖顶头有刻因为乌鹰直升机失事牺牲的韩正宏总士官长的面容。蔡总统也望证人以韩正宏做模范，佮也已经有要求黄曙光参谋总长爱提出改进士官制度的计划。3军士官的联合开学典礼，毕业的学长甲学子下口令，验收新生训练的成果，象征着精神的传承。买手甲因编1年级的徽章，代表因正式加入士官学校的一份子。自己本身也喜欢海洋，进而对海军产生了憧憬。经和家人讨论过后，决定就读海军官校而专班就读航海科，为国家牺牲奉献，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海疆，航向大海。总统蔡英文主持开学典礼，有讲到今年1月初2，因为乌鹰直升机失事殉职的前总士官长韩正宏，因为伊在生的时阵，真拼是伫咧推动士官制度，甲争取士官的权益。蔡英文期待讲，在场的学生嘛会当以韩正宏当做因的模范。韩总士官长对于优质的士官团队所做的期许和要求，代表的是未来的士官的使命。也是士官未来的愿景。我向各位保证，国军守护国家，我一定会是大家最强的后盾。蔡英文甲国防部长严德发等等一家人替勇士定风的雕刻揭幕，感谢韩正宏为国军的奉献。相关的所在，刻韩正宏看对远远去的形影。受到邀请嘛出席的韩正宏因太太，看到雕刻的时阵，目屎全流落来，让真侪士官看了真感动。总士官长这个愿景来当成目标，我也希望能够跟韩总士官长一样，能够逐一的一步一步的来历练，然后到最后面达到这个所谓勇士的一个登峰。勇士登峰是以向顶悬爬起的士官军改造概念，有365公分悬，象征士官规年探天365工，伫咧工作上的拍拼。蔡英文嘛要求参谋总长黄曙光等等一家人爱落实士官制度、精进计划，而且伫咧最近爱提出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第2批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内底，捷运轻便甲铁机，这个交通预算对半占。虽然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拢有表示讲，进行当中的交通建设一项都无去减掉。不过新北市侯友宜市长也烦恼，若是当伫咧等待审查核定，你像八里、五股、泰山、暗坑啊，这轻便电车，惊是会有影响。全长超7.5公里的安溪轻轨，河港新店安溪地区到上北市都心，敢若需要30分钟以内地当到位。预计民国110年完工，不过顶一日精占2.0轨道建设预算求水，轨道预算拄原本4200多亿，减对半剩无减2000亿。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烦恼讲，可能去冲击到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即将要施作的南环、北环、五股、泰山轻轨、巴黎轻轨、安康轻轨。一定有相对的一个影响。
轨道建设预算启用调整，引起地方政府操烦，因为交通部考虑到17项的轨道建设要到113年了才会完工，所以落尾提报予国发会的预算额度就干那剩1900多亿。若是启用减掉的2300多亿，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会对年度公共预算管道补回来。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未减掉任何一项建设，改编成年度性的预算，这个不仅会排挤到其他一般性的建设哈，那也可能让整个完工的期程都会往后延。中央政府应该要严守财政纪律哈。预计开2378亿的台北市捷运南北宽段，原本明年就要动工，工程进度敢会去受到影响。台北市捷运局表示，南北宽段都已经立日起精简计划，虽望第3期的设计经费补助款有减一寡，但是会争取在第4期补回来。强调讲，目前的工程进度未受影响。明年度我们申请前瞻计划的预算是16亿，边山的4亿，111年能申请18亿，目前先砍2亿，第4期预算争取把这些被删除的部分补足。这样，交通部表示，轨道建设已经报依协定，前几年预算会变少，但是会调整分配去较后壁的基程，强调讲绝对袂出现预算通过却摕袂到钱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美国卫生部的阿扎部长当伫咧网络发表文章，讲有含台湾的萧美琴代表通着电话，讨论互相中间卫生方面，过来着安怎合作。嘛学到咱伫全世界公共卫生的表现，确实是真领先。另外法国参议院这边嘛头一摆邀请咱国的5至中代表去出席，说明台湾抵挡传染症的好经验。这拄访问过台湾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七十伫咧 Twitter 顶观看文章，指出甲驻美代表萧美琴通话。双方毋但讲到伊访问台湾的行程，嘛针对加强台美卫生合作的后一步进行讨论，而且嘛学到台湾伫咧全球公卫领域的领导地位。驻美代表萧美琴嘛随伫咧 Twitter 转发这篇文章，而且表示讲真欢喜会当甲阿扎尔通话。那安尼，台湾的防疫成功，嘛互法国参议院头一遍邀请台湾的驻法国代表吴志忠出席调查委员会听证会，分享台湾防疫的经验。Il serait indispensable de pouvoir partager à travers la plateforme tant bilatérale que multilatérale les expériences dans la lutte contre cette crise sanitaire qui ne connaît pas de frontières. Je pense que cette invitation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au Sénat constitue d'ores et déjà une première étape vers l'intérêt commun pour nos deux pays et de l'humanité. Cette conscience que dans une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l'efficacité du dispositif dépend très fortement de la relation de confiance de la population. 包含2003年对抗 SARS 的经验，主动向 WHO 提出武汉肺炎的警告，佮有启动武汉航班的检疫，高效率的疫情指挥中心等等。吴志忠列出6大重点，分享台湾防疫的策略。伫咧台湾生活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龚顺明是强调讲，台湾防疫上重要的2个元素是提早部署，佮有人民甲政府之间互相信任。也那是捷克的媒体报道讲，伫咧捷克的参议长韦德奇带团来台湾了后，捷克友台小组的主席嘛是众议院的议员班达嘛有意愿要来参访。不论是捷克或是其他的访宾，如果要来有具体的这个计划，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那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申请。那如果我们收到申请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在双方都方便可行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很审慎的研议。也那是西藏的精神头人达赖喇嘛，有意愿要来访问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是表示，外交部会谨慎建议，找出一个双方拢方便的时间，欢迎达赖喇嘛搁再来台湾访华。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台湾要踏入国际，依然是阻碍重重，不过因为咱抵挡武汉肺炎表现确实好，当下有愈来愈侪国家开始注目。昨咱就和美国、日本等等计共25国，经过网络连线，同齐举办武汉肺炎科技防疫研讨会，全世界有200多个医学专家参加讨论，众人也拢有看到台湾的帮赞甲贡献。Desde los inicios del brote, Taiwan como miembro responsable de la comunidad internacional. 台湾防疫的成就，搁一届去互国际看到。找到台湾、美国、日本，还有瓜地马拉共同举办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地区 GCTF 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武汉肺炎科技防疫线顶研讨会，真侪国家拢肯定台湾成功防疫的效果。We believe that this Taiwan model will serve as a good examp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now world-famous Taiwan model
has been praised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unparalleled health outcomes, but also because of its foundation in democratic principles, most of all, transparency. 这场甲重点放伫运用科技来对抗疫情的检讨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先打话头，也若未少国家是肯定台湾对区域民主、甲防疫相关的贡献。超过25个国家、206个专家加入讨论。另外，做立界嘛表示，会持续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这个世界需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东部的消息，台东县政府要开发治本湿地，让太阳能发电的业者来建设示范区。不过当时一平面引起环保团体反对，惊会去影响到200多种野鸟的生存。另外这嘛是原住民卡塔蒂布部落自来徛起的所在，族内证人讲无赞成的嘛真侪。但民间已经发起联署，望中央政府都要慎重审查这项开发案。治本湿地也未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不过国际交评早伫2004年将治本湿地划作重要野鸟类栖息地，有200多种野鸟。2018年，台东县政府规划伫200多公顷治本湿地范围内，被兴建太阳能供电专区，引起环保团体关注，展开抗议行动。而且当地也是避难族卡塔蒂布部落传统领袖，做定议题，因为这个开发案争议不断。即马这项开发案已经送中央审查，环保团体要赶伫10月前完成。万人人数目前就有7000人，时间紧迫。在国际鸟盟这边早就设定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只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它能够保留下来，但是有一点挡不住的感觉。台东县政府证实，目前治本太阳能供电案已经送到中央相关部会审查，进入最后阶段。官府强调，开发案已经缩小面积到161公顷，而且禁止伫61公顷的野鸟栖地开发，也取得部落的自相同意，一切依法进行。属于湿地这一块就已经先分割出来不办理委外县政府一定是要重视环保，然后保障在地我们原住民部落的一个权利，那也必须要注重安全。官团强调，治本湿地野鸟栖地是无法度分割，因为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毋那61公顷，呼吁中央甲官府会当兼顾民生用电需求甲生态环境。官团会赶紧处理万人联署，向中央请求换地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台湾铁路局下底有2个工会，一个是成立较久的企业工会，另外一个是4年前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会。2017年有一寡两边拢分会员的代替劳工，去法院告诉要退出企业工会，不过嘛哪阁参加工会代表的选举。郭卡新企业工会这边就以法院判决的结果做理由，宣布当选无效，这也引起当事人表示不满。请你出去！你不要碰我！请你出去！25个代替的员工夜排去企业工会门口抗议工会单方面取消当选的资格。这争议是伫107年的时，这阵同款有产业工会甲企业工会身份的员工，认为企业工会并无替员工出头，向法院提出解除会员的关系。不过诉讼的期间，拄好拄到企业工会代表的选举，因问讲敢会当参选，得到肯定的答案。不过选调了后，企业工会煞以法院判定解除会员关系有效，认定当选无效。他说我们参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资格上是没有问题的，所有北艺分会的理事都可以作证。但是呢，却后来就直接取消我们的资格。产业工会不满顶一道企业工会，邀请产业工会入去体制内，所以才会参选。嘛，即期讲，就算法院的判决确定，企业工会也是照收会员的会费。说家己宣告当选无效，针对这点，企业工会回应讲，一切都是照流程伫处理。反击产业工会是家己拍诉讼要退出企业工会，也拿会费，因为公务人员是先发薪水，已经扣的会员费了后会还因。还没接受到之前来讲话，我们到6月25日，他们有来询问可不可以。法院的诉讼未全部完全确定之前来讲话，我们的会员关系还是尚未断绝啊。资深的代替员工表示，产业工会大部分是少年的运务车长等等的人员，争取休困甲修改班制。企业工会是法定甲资方直接的单位，干部拢是较资深的员工，因较希望加班。另外，伫企业工会理事长改选的时阵，2个工会对峙是愈来愈严重，嘛，互代替内部阁发生风波。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国际的消息，欧洲东南边的希腊共和国内底，一片咧收留难民的地所，近来2天连续火烧，上万人透明撤走，真侪当地咧等待庇护的难民都爱站休伫大路边，加在是无发生有人伤亡的情形。总是火烧的因端都爱阁继续查明，欧洲联盟也已经伸出援手，要协助先收留遐个未成年的难民咯。看到营区阁发生火下，难民甲包袱款款的紧日走。希腊列斯波斯岛的摩利亚难民营，初到暗时到初10，短时间内发生至少2场火灾，难民营是差不多拢烧了了。警方为着阻挡大批的难民入入去城镇，所以封锁部分的车路，万外人有路无厝，全直接困伫路边。Notre destinée que nous demandons l'aide à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nous soutenir de sortir ici. De nous soutenir de sortir. L'étoile, à la belle étoile, comme tout le monde que vous voyez là, comme tout ce bon monde. On n'a pas où aller, tout a brûlé, on n'a pas où aller. Depuis ce matin, depuis toute la nuit, on a passé la nuit à la belle étoile. Depuis ce matin, on n'a vu aucune organisation, aucun membre du gouvernement grec venir nous réconforter, rien. 摩利亚难民营是希腊上大的难民营，敢若会当住2750个人。不过，煞收容为70个国家来的人，差不多有13000人，其中7成是为阿富汗来的。营区的环境长期超过负担，生活条件真歹，当局甲难民的关系嘛真紧张。当地拜2暗时传出一场火下，大部分的营区拢乌有去。拜3搁一摆出现大火，居民大动作撤离。消防人员讲，至少有3个导火点。As this situation was a time bomb that we were expecting to explode one day. Ακόμα διερευνούνται οι πραγματικές συνθήκες των γεγονότων. Το δεδομένο είναι ότι η πυρκαγιά ξεκίνησε από ετούντες άσυλο μέσα από τη δομή με αφορμή την καραντίνα. Δεν έχω κάποιο παραπάνω σχόλιο να κάνω από αυτό. 顶礼拜传出一个难民去挖着新冠病毒，当局开始封锁营区，初八阁新增加35个病例。希腊移民部长伫个记者会顶讲，这是有人放火的。暗时这场火下，甲无愿意接受隔离的难民有关系。英国 BBC 的报道指出，警方甲难民伫个代志发生之前，捌有过冲突。Όλο το νησί κηρύσσεται σε κατάσταση έκτακτης ανάγκης, που σημαίνει πως όλοι οι εθνικοί πόροι και όλες οι εθν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θα το συνδράμουν. Απομακρύνονται ήδη από εκεί σήμερα όλα τα ασυνόδευτα παιδιά. 希腊总理伫个电视演说当中指出，摩利亚难民营的情形涉及公共卫生甲国家安全，嘛强调讲管理难民要入去城镇是欧洲的问题。目前希腊海军出动3架船，暂时收容2000人。另外，欧盟嘛捐钱予希腊，甲因斗3工，协助差不多400个未成年的难民去本岛做安置。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大自然的环境变化，极小极冷的情形是哪来哪济。美国的 Oregon 这州自本气候是真清爽，今年啊反常已经发生35摆的野火，烧去几100间的人家厝。Oregon 南边的加州也因为树林内火焰倒袂煞，旧金山湾区的日市竟然产生半天顶拢泛橄榄色，未输世界末日怪奇的情景。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民众初到早起精神，就若像是伫咧另外一个世界。日时就袂输若像是暗时，天顶的色水是奇怪的感觉红，有的地区阁有若像细风皮烟叶。这是因为边仔的山林野火，规个蒙烟散布，干若光过离掉，干若剩红的感觉色、黄色的光线会当透过，就若像是灾难片当中地球强要毁掉的特殊景象。Crazy. 11:15 in the morning, and it's like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e're just like, this is the weirdest day we've ever seen, so we might as well, come out and experience it together. 加州8月份就因为森林引起真侪场的山林野火，而且伫20年以来超级大火，还佫有风真透的天气的关系，火势是一直拖，已经烧掉破纪录230万英亩的区域。旧金山湾区受到野火甲克里克大火影响，加州消防局讲，8月进前可能拢看袂到空色，空气的品质嘛真歹。加州北部的奥勒冈州，原本西北太平洋适当的气候保护，真少发生强烈野火。今年反常有35场的大型野火做伙伫发生，有超过30万英亩的土地烧掉，官方进行大规模的撤离，疏散车路顶悬的大塔车。警方嘛已经伫咧火场的一台汽车当中发现12岁查甫囡仔甲因阿嬷的遗体。州长凯特布朗警告，火势已经影响5个小镇，加遮8栋的厝烧掉，嘛有可能造成州史上上悬的生命财产损失。Temperatures have gone up all over the world, certai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puts a lot more energy into the system, which makes for a much more volatile environment. 专家表示，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所引起的气候能量变化，表现出极端的冷风甲效应，致使全球各地气候灾难变严重。今年全美各地野火，甲要甲470万英亩的范围烧掉，是2018年以来上大的面积。其中大部分的火灾拢发生伫咧西部各州，敢若初九就发生17件新的火势，总数达到96件。啊，若是山那野火季节，才呾进入高峰期尔。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各地头的消息，台中市的台智路经过13冬，3任台中市长早起总正式通车了。初期台中车头的前后也就通贯通并进发展。罗秀燕市长嘛表示讲，这是台湾目前上界大片商业大楼甲人家厝拆除成功的案例。总是嘛有民众咧烦恼，四边正人对新路的路草还未熟，惊会引起另外的交通问题。台中市长罗秀燕向所有权人代表，伊来感谢致意，因为甲原有的大智慧大楼，24所有权人达成共识，大智路会使来拍通，嘛创下全台上大自伤财产案的成功。罗秀燕表示，嘛因此台中前后站嘛会使串联，达到平衡发展。借着前后站打通，可以达到区域的平衡，公平发展。大智路的拍通经过13年，经过3个市长的协调，短短56公尺就开了7亿3000多万。今年3月启动大智慧大楼的拆迁了后，以5到10天拆除13个进度，伫今年6月中旬完成地上部的拆除，整体工程伫7月完工。那拍通台中前后站的交通，嘛超前古辛苦的在做，不过嘛民众真烦恼，交通会更较乱。还不知道要开通才知道啊，我们还不熟悉，它有单行的部分跟双向的部分。对着民众的疑虑，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通车了后会协调警方来进行交通疏导，嘛会对着火车头接送旅客违规进行强力处理。下车区过去只有在前站，那现在我们在后站的地方，紧邻的我们的铁路旁边有一个民众的临时下客区。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除了调整周边内公车路线，添购新的大地北路2边，目前嘛增加93个机车停车位，后续还佫有立体停车场的规划，预算2023年来完工。至于旅客接送，前后站是有规划下课区，而且人是爱到地下室，希望来达到分流。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昨嘉义县太保消防分队出动救护车，要送一个80岁的老大人去病院。上昨讲半中途煞撞到车祸，家属未堪得等，讲要甲老大人搬山顶动，家己再去病院。不过救护人员考虑患者的安全，话唔通，双方面煞下来杀去。警方是表示无要加追究家属的责任，不过妨碍公务确实是不应该。家属要甲伤者为软桥刷到家己的车顶头，因为救护人员的主动引起家属的不满。过程当中，佫有动手的行为。嘉义县太保消防分队9号出动救命一位80多岁的阿桑，因为路顶佫发生车祸，所以伫等待救援。想要家己去病院的家属，就甲救护人员产生冲突。因为我们现场车祸都要必须依照我们局的规定，就是留在现场，请其他分队来支援。现场那个民众可能等不及的话，就稍微有一点情绪比较激动这样。救护车伫路顶发生烧 A 的事故，而迄台车的驾驶嘛，拄好是救护车顶面阿桑的亲情。救护人员连面就请支援，但是家属要刷顶挡伤者，甚至发生冲突。过程当中嘛，叫路过民众落落来。客观上啊，他是有这些动作是没错，但是主观上他是没有犯例的。因为这是情急之下嘛，母亲要送医，情有可原的话，我们警方是不会有救责。消防人员表示，当天水上升降支援的分队嘛，同一个时间拢有救援的勤务发生，而且伤者嘛讲腰会痛，所以才无希望家属去刷顶动这位阿桑。考虑到家属的心情，因未追究，嘛呼吁社会大众，这款的行为唔但违法，嘛影响到送病院的时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讲，今年台北中坑病院有甲一个腹肚底有双生的负责人检验出其中一个胎儿已经发生过样。原来就是2个囡仔同齐挖去共一粒囡仔胃，家早医师有赶紧处理，进行减胎的手术。另外一个查甫婴仔才保有条。早起庆祝满月，病院也替这个患者热烈切鸡2个，庆祝因母囝平安。
册家能够来庆祝后生出世满月。27岁陆小姐原本就一个3岁查囝，去年搁一届有生，而且是双生养。毋过煞伫咧有生13礼拜产检的时阵发现，其中一个胎儿无正常，无心脏，若是无处理，可能2个胎儿拢保袂牢。好佳在医师即时替伊进行下边小处的减胎手术，才互陆小姐伫咧有生38周的时阵，顺利生出一个健康的后生。有第2个很开心，然后产检，然后到那一次产检，真的是心情真的瞬间荡下来，就是有问题这样子。医师表示，陆小姐的胎儿是单用某某的双生仔，常常出现伫咧共2双生仔身上，原因不明，发生率是3%。因为2个胎儿共用一个胃，而且血管相连，临床顶悬较有并发症，譬如讲胎儿的成长较慢，搁有无心脏，敢若下半身的怪胎，若是无即时治疗，2个胎儿的死亡率是达到5成至7成。毕竟是隔着肚皮，然后经过妈妈的肚皮，经过子宫，在子宫壁，经过羊水腔，再打到孩子的腹腔中，所以这是一个最困难的地方。医师提起，国内女性有生的年岁是愈来愈晚，佮加上人工生殖的技术进步，敢若今年前5个月出世的双生仔，就占总出世数量的4%。所以，若是有生的人发现讲是双生仔，应该量早进行超音波的检查，确认胃的数目，来降低并发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顶日海巡署新竹海巡队接到报案，就是新竹外海有2只渔船相碰，其中一个船长摔落海底。毋过当事人所在的船只，船顶是敢若伊孤一个，结果渔船无人控制，煞同款继续向前直去，时速阁冲到50公里的紧。海巡署的队员只有是暂等渔船的油放甲了，才挖紧去拖船。渔船伫海面上走标，速度阁直要到50公里。毋过详细看，竟然无人伫驶船啊！伫旧年7月，真正会惊到人。原来是新竹一只渔船伫外海，甲另外一只渔船发生相撞，船长无顺利落落海内底，佮加上船顶无其他的船员，这只船啊，就伫无人驾驶之下，伫海面上走了差不多50分钟，到无油才停落来。安尼看的啊？安尼看的哦。大部分都很少，擦撞大部分都有的可能是驶伤我啥，咱嘛无了解啊。哦，足危险的。系啊，足危险的哦。你若伫外口拄到一款状况咩咯？无啦，别只船，人啊海外口有船，唰就去闪。危险啦，哦，危险。海巡队接到报案了，马上派人前往救援，把通报渔业电台，甲附近作业的渔船放送，唔通伤我这只渔船，避免发生意外。在追赶这一艘失控的渔船的时候呢，因为它船上没有人，而且它是一个就是说不定角度的这个打撞，我们巡防艇曾经试图想要接近它但是呢，在靠近的过程之中呢，因为它的角度不定，那也曾经就是说有从就是我们的巡防艇擦肩而过的这个状况，非常的惊险。落海船长去发生相撞的另外一只渔船救起来，好佳在人无受伤，后续无伫海巡队的合作之下，顺利登到船顶，结束这场海上行魂记。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话来讲，顶日一个对日本来台湾佚佗的旅客，伫网络刊出相片，讲家己8月底时有和朋友去坐到铁路局当要回送，迄款车壳擦青、巨型的普通车，尤其阁是列车长报伊上车。照讲回送的列车是袂当载人客，早去代替这边出面强调讲，确实是对方家己误担，坐唔到去的。一名日本游客伫推特发文分享讲，家己伫8月30号下晡伫列车长的引导之下，坐着对邦寮回送到潮州的拉皮列车。不过回送车一般旅客应该是袂当坐的。网友认为列车长的行为已经违规，代替透早澄清是旅客甲伊的台湾朋友坐唔到车。所以这班车是到访寮，它是要回送回潮州，进入潮州基地做保养的。旅客因误认为是他是继续北上列车，所以误乘了哈。代替表示，旅客是摕代替甲日本飞沙城铁道合作的台东到邦寮的车票，坐那批列车到邦寮。因为因打算要转去高雄，本来应该是伫邦寮落车了后换坐同一个月台的自强号，唔知是安怎倒坐去到回送去潮州的同一班车。车长他会逐车的巡视车厢，车站会播音他会加上播音。这班是我们是回送列车，请旅客不要上车访寮的检票员也会告知旅客那个
它是回送列车，不要上车。代替解说，若是发现坐唔到车的旅客因为安全的问题，通常会送旅客到上近的车站落车，较换坐正常的列车。不过因为这班回送车是直接到潮州，所以才会到潮州才放2个旅客落车转车，并不是列车长引导2个人坐起来的。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高雄公园来讲台南市的沙巴拉这站长大出。不过今年都无法度外销，山地咧收的价销目前一台斤，敢若34到36一坎，比较旧年上无超10块。养殖业的渔民实在真感慨，甚至有人建议讲，农委会渔业署嘛，着爱设买鱼竿出来分，帮助饲草。张志成署长嘛答应讲，会落去研究详细。摕起网仔往水内面一弹，就会使捕到沙巴鱼。拄啊好起来沙巴鱼，每一尾拢真水又阁大。现在拄啊是沙巴鱼的产季，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外销市场受阻。内销的收购价只有34到36块左右，比起往年是拔了10外块。因此，有渔民建议中央市发行买鱼仔竿来优待国内买去。各意见啊，用了我相信哦，对咱的渔民才有帮助啦。因为各意见，敢若当买鱼仔尔嘛，所以讲无形中就提升哦伊的购买力啦。是加减有效果，袂当讲拢无啦，但是讲效果有限啦。我是讲效率就袂当遐好啦。有一寡渔民是沙巴鱼甲白虾混养，今年收成拢无好，白虾嘛补袂了沙巴鱼的收益，为此。立委赖慧媛嘛邀请渔业署到北门说明沙巴鱼产销计划，针对有民众提出买鱼仔竿的构想，渔业署表示会愿意看卖。对我讲到迄个捕鱼券，这我比你更较赞成啦。我嘛知影讲今仔日来讲发捕鱼券吼，大家来迄落，但是有咧研究就是讲卖指定啊，咱卖讲发这个券吼，发到互人感觉起码是真歹吼，这咱了消费者欢喜感觉。今年2月，农委会早就知影国内养殖业外销肯定会受阻，因此是补助渔民减少放养量，加强收购，甲加工行销。目前沙巴鱼嘛已经收购500多公吨，上重要是加强国内行销沙巴鱼来优待鱼价。现在又搁加了一个买鱼仔竿的构想，盼望未来多面向去协助养殖的产业。记者王正云台报道。咱话来讲，花莲县瑞今年冬的文旦柚，因为雨水少，佮无风台，品质也特别好，平均测有到13度的甜分。尤其农会佮特别备办全国唯一一只检验文旦甜度的机台，甜分若无够，就拍出人外自动分级。当瑞的文旦是毋但国内销路好，就连外销也已经顶全国总出口量的一半了。来到花莲水尾乡的文旦山区，即马当地所有农民也当讲拢在帮忙采收文旦，因为今年无风台雨量够少，文旦丰收，而且平均甜度拢伫13度以上，品质相当好。总产量以岁来讲的话，大概会落在4200万台斤左右，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台湾的不管老少哈，都要吃2粒的文旦柚，才有办法把我们瑞穗的文旦柚给消耗完毕。今年甜度都不错，要多少才可以算不错的？一般农粮署的讲法是12度以上，大部分都是13到15。原本就是会受疫情影响订单，也毋过今年外销成绩也袂歹。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拢有订单，日本也头一摆买6000台斤。今年外销全国的总量是2500多公吨，那一半以上应该是来自我们花莲的文旦柚。对，然后我们主要外销的国家以中国大陆为主，然后其次是香港等等的国家这样。水尾乡农会今年也得到农粮署甲花莲县府补助580万，买全台唯一的文旦柚甜度台产机器。文旦依照重量甜度比智慧台产自动分级。今年文旦的计销平均一箱10台斤600，也毋过金牌奖是一箱6粒爱2000。记者综合报道。农业看完来看教育，教育部公告新规定，约束老师咧管教的时阵，学生若有表示反对，就要即时调整还是停止。另外，就是下课的时间不得实施管教。毋过全国教师会含一寡校长也认为讲，这款约束恐惊会造成老师咧管理学生愈困难，造成定惊死、放惊飞种种不便的情形。开讲或者是底水冷，伫学校规工，下课时阵学生会当休困。真侪时阵，老师嘛伫下课时阵辅导管教，但是教育部新修订辅导甲管教办法注意事项，除了特殊的状况，老师袂使伫咧学生下课时阵实施管教。那如果我们下课时间没有办法跟孩子进行相关的这一些会谈，那老实讲，一天里面的时间点，到底实务工作上什么时间我们可以？
基层的老师认为，下课时阵未当辅导管教，无符合现场的实务，而且第15点第2项明定，学生对老师处罚的措施提出无同意见，应该调整或者是停止执行的处罚措施，会造成管教辅导困难。导师第一线处理被拒绝了，送来学务处。那我学务处要处理的时候，在拒绝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上面的单位往上送了。为了不违反法令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点束手无策。我觉得现在上面的一些命令其实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很多的讨论跟基层讨论，然后一点酝酿一些过程共识之后就丢出来。所以呢，大家都手忙脚乱去想说这个到底是在干嘛。教育部说明，只要老师符合比例原则，有望会当伫咧下课适度实施一般管教，这就是特殊的状况。若是予学生说明的机会，是保障学生权益，老师嘛会当避免违法。但是专教会甲基层的校长认为，虽然立意是真好，无甲基层完善沟通就发布，颠倒引起老师甲学校唔知影安怎做会更较好的反效果。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教育讲完来讲医疗，全世界已经有150几国本身有设立脑部研究的资料库，就是离开世间的人捐出大脑，予医师研究人类种种脑部病症的原因。今日台湾神经科学联盟也来成立脑神经专门科医师，就开声问讲，台湾啊该当赶紧来设立脑库，通予脑神经病症的研究愈紧愈有进展。得到应该伴奏讲非洲鼓，这是小脑萎缩症朋友演出。脑神经病变包括小脑萎缩、渐冻症、甲失智症等症状，目前的手术甲药物治疗，大部分只会当延缓病情，无法度治本。所以有朋友希望会当过身了后，捐脑协助研究。他没有办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可是他可以决定让他的生命宽度。那我愿意捐献我的脑，作为一个研究，然后让后面的人能够有机会找到治病的机转。想要捐脑的心愿并不简单，过去受限制解剖尸体条例，无法度伫一定的时间内捐脑。不过，卫福部伫今年也做出行政改税，有弹性的调整，而且医学界多年来想要推动的脑库也有所进展。病人死亡之后，要在一定的小时之内要把它取出来，那这跟现行的法规其实会有一点点冲突。我们要捐脑，要把这个脑保留下来，我们要抢时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50个脑库了，大部分的先进国家都是由政府的力量在成立脑库。我们台湾脑库的任务是成立一个脑组织资源的共享平台，脑疾病病理的研究中心。甲一般的器官捐赠无同的所在，是伫捐脑的人需要伫在身进前定期以外，也爱定期接受检查。过身了爱使用以学术研究为主，不过目前为止，都只有一个行政改税，并无全发定其他法院依据。所以，台湾神经科学家成立台湾神经科学联盟，希望会当互脑库流程更较完备，并且推动精神疾病药物、神经疾病研究甲脑科技发展，也期待政府支持，做好更较侪患者。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桃园市大溪老街遮有一栋历史已经180年的旧厝体，这毋但是历史建筑，也是桃园市内头一搭得到文化部补助、私人经营的乡民生活博物馆。来讲姓古的主人家咧办展览，拢是真注重要重新献出过去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180年历史的巴洛克建筑，伫桃园大溪老街的旧厝，原古本铺，英国是左边的古字法商号。2009年登录做历史建筑，是大溪老街头一个修复完成的私人古厝，嘛是桃园第一间摕到文化部补助的私人乡民生活馆。我们比较重视生活的一些脉络或者是一些感觉，旧即是新这个概念，就是很多的老人家他们以前的这些情怀呢，对于年轻人他们是新鲜感的。古建军甲原古本铺定位做乡民生活馆，注重生活经验或者是甲基地的连结，强调市民文化甲生活美学，用无定期的方式推出展览甲活动，嘛甲厝内收藏的物件提出来分享。除了修复旧厝，古建军认为讲基地是会当透过影像来传达，所以伊讲老影片嘛真重要。
把一个老屋的修复的过程融入到录影带修复这件事情。这些影像里面不只是可以让你看到以前的生活样貌，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透过修复，我觉得会更珍惜自己的家庭史。较早，这间古厝是大溪老街内底第一个有电视的，厝边头尾清在来遮看电视。即嘛，这个空间嘛，正做各种展览，还佫有艺文表演真好的场所。甲真侪老厝中心来比，古原本坡是甲人真无共款，伊包含当地真侪大溪人的生活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度台湾文学奖台语小说的创作奖是今年58岁的陈正雄来摕到。来看陈先生用台语写作20多档，这边摕到大奖的作品，题目叫做《毋捌》的，内容就是咧描写社会当中一寡常常互人放袂记遐艰苦人的过程。啊，陈正雄嘛望讲，咱的爸母话一代一代有人写，会当继续传落去。我毋若讲尔，我要去写，我要互咱的母语，互人知影讲咱的母语毋是生活的语言尔，毋是粗俗的语言尔，伊是一个有水准的，是一个文学性的一个语言。行伫台南市王玉德纪念馆的走廊，有红砖啊，有水池，也有凉亭，看过去真有古味。得到今年台湾文学奖创作奖台语小说类头名的陈正雄讲，王玉德就是刺激伊有台湾意识的重要人物。看到王玉德伊写的课本的台湾，就是咱台湾真正过去的历史，真实发生的，啥物叫200白色恐怖，迄写出来，伊一世人的主张爱讲家己的母语。语言是咱民族的灵魂，受到伊这款的影响所以感觉讲，安尼我若用台语来写我的文学作品，我是感觉讲我会使安尼做。陈正雄对1998年参加台语演习班，过来参加台语读册会，也去台文笔会，用母语写作20多档。陈正雄写过侪诗，也出版未少作品。迄阵的老师比如讲黄景的老师，伊本身嘛是作家。所以就鼓励讲，咱除了讲以外，咱会当来写作。等到尾啊，咱去开始写的时候，感觉讲，会当试看卖啦吼。啊，我家己的感情啦，对土地认捌啦，对咱我迄款感情，咱达表达出来，所以就开始来较接来写小说。这回陈正雄得奖的台语小说作品，这篇《毋捌》的也受到台语前辈的肯定。伊这写作方式，我也毋是咱用较现代式的迄种的表达的方式，乡野的传奇的迄种的艺术的迄个所在，要互你了解讲人生世事内底你听去甲归纳出精神的现象。伫咱生活当中一个足卑微的人物伊嘛有伊的人生啊，所以我变得我要去注意讲，咱一个小人物有无伊这个。咱这个土地实实在在，伊生活的过程，伊毋是讲足正样，毋是讲过了足好，毋过伊嘛是一个活跳跳的生命。今年58岁的陈正雄讲，伊的创作拢是伊成长的点点滴滴，也是传承母语的脚印。伊也望未来有更较侪后辈同齐创作，提高台语文学作品的品质甲数量。记者阿敏针对5台北台南报道。咱换来看新北市阳光国校内底有一片72年历史的古早厝，这原底是在庄人的徛家厝，尾手转变做学校的用地，厝体也有保存落来。但经过整理，学生囡仔拢带来这读台语课，顺续体会过去，这嘛变作是阳光国校特别才有的特色。台语老师当地甲学生讲台语。真足甲看，这间教室甲一般的学校真无共款，行去甲外口看是搁较特别。新北市阳光国小的学校内底，竟然有一个传统的正新校凉，边仔还阁有学生囡仔伫咧打古早的水车，大家足欢喜的。来遮上台语课的学生，感觉亲像转去阿公阿嬷的厝共款。就足特别的啊！下课的时阵嘛，拢会当来遮耍，嘛拢会感觉是，就是阮来遮耍的时阵，拢会感觉是，教阮就是是有去。阿公阿嬷因存住的所在。我和我朋友下课的时阵，都来遮耍。囡仔是伫个环境当中啦，因为咱对话就是甲平常时
古早时代，咱就是这个环境，啊，甲咱中辈嘛是伫这个环境，啊，生活就是用水、用食，啊，用穿的，拢是伫遮。啊，就互咱囡仔就感觉讲咱来到遮当中呢，就会融入的当时的生活，啊，就是咱生活当中来讲咱的语言。校长讲，这间合同厝当初学校还未起的时阵，就已经伫遮，后来经过讨论，决定要甲保留落来。即嘛只要甲乡土课程有关系，拢会安排伫遮上课，这嘛变做学校的一个特色。我们社区这些人，他其实对这个老宅是有记忆。那当每一个人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以说故事，说他小时候的经验，那可以把以前的这个小时候的故事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这间有72年历史的合同厝，今年摕到教育部美感再造计划的特优奖。嘛是得奖的名单内底，唯一一个伫都市内底的学校，毋但有真舒适的学习环境，嘛真做上界有真精美校园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8度到3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8度到32度；金仔、澎湖26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仔的天气暗时开始会凉冷，因为这季已经来到白露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白露。白露汉字写作白露，罗马字写作宝诶白，罗乌罗，白第8条。露第7条，白露差不多拢伫新历9月初7到初9迄卡兜。这个时阵呢，透早时啊，厝外的涂骹也是草啊、叶啊顶悬，拢有真侪露水。这是因为前一暝暗时啊，气温初低，水雾建造露水掉伫顶面呢。所以这季来到白露，早暗会较凉冷。加日时的温度增差较济，弟弟妹妹，你若日时啊足热，穿较少啊，早暗都爱加套一领衫，较袂去冷着哦。白露这个节气拄好是猛冬挂季的时阵，就是第2期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因为雨季拄过，稻啊需要露水。才会有够野的水分，通顺势大长。俗语讲白露草甲地后，意思就是咧讲白露过了后，较无雨水，草啊就会自然高大。伫白露这个节气，要安怎来预测天气？真简单，只要白露一天，透南风，像安尼。安尼，咱就会当知影，日后会强在落雨，涂骹不时就会澹澹。有一句俗语，白露南，十日九日淡，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会使记起来，等白露迄阵啊，观察看卖就知。白露即阵嘛是油啊、鱼啊、来啊、加卡白笋。
当咧大出的时，还阁有桂花。这时嘛开甲真水，市面开始咧卖月饼，一面食好料，一面赏花，真享受。钓、白鱸、滷水、焖冬、挂龟、白鱸草、家己熬、白鱸蓝、10日9日淡。早暗凉凉，爱记得加套一领衫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